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共暴政镇压迫害基督徒实况，我是单纯。中共信仰马克思主义，是无神论政党。中共执政70多年期间，历任党魁在镇压迫害宗教信仰上前仆后继，思想始终高度统一，不断推出大量迫害宗教的残暴政策，并下发无数机密文件，操纵国家机器，从上到下贯彻中央下达的彻底消灭宗教信仰的政策，屠杀残害了千千万万的基督徒和其他宗教信徒。共产主义创始人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明确指出，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他认为，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他还倡导废除宗教。中共作为共产主义思想的绝对继承人，认为宗教是麻痹人民思想的工具。中共始终将宗教信仰视为其政权的最大威胁和主要敌对势力，认为人民对党的唯一信仰是维系其政权稳定的基础。因此，自1921年中共建党以来，他将基督教和天主教视为西方帝国主义的工具，并认为宗教信仰，尤其是对神的信仰，会动摇甚至瓦解其政权的统治，必须彻底消灭。中共为了把中国打造成无神区，践踏人权，无视生命，残害生灵，在泱泱中华大地上掀起了一场又一场的腥风血雨，将这片土地搅得昏天暗地，生灵涂炭，天怒人怨。中共的暴行在人类历史上开创了一个又一个举世震惊的先河。一、毛泽东时期，掀起三自革新运动，肃清所有宗教团体。中共自1949年执政以来，就开始镇压迫害宗教信仰。1950年5月，周恩来明确指出，基督教与帝国主义侵略相联系，并要求基督教、天主教必须独立自主，断绝与帝国主义的关系。在中共的操控下，1950年7月28日，三自宣言正式发表，为中共改造控制宗教信仰提供了理论依据。自此，全国掀起了三自革新运动。同年10月，毛泽东下达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此后，中共把凡不服从中共政权的社会各界势力与人士，以及拒绝加入三自革新运动的宗教团体与个人，都定性为反革命，开始大规模清查与镇压。自1954年起，中共在各省市自治区基本都成立了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要把在中国蓬勃兴起的家庭教会变成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三自爱国教会，实现中共对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的绝对领导和政治控制。凡是不加入三自的宗教团体、个人，都被定性为非法组织、邪教、反革命分子、帝国主义走狗，并遭到严厉的镇压和残害。50年代中后期，倪柝声、王明道、袁相辰等基督教会的领袖先后被打成反革命。倪柝声被判刑20年，刑满释放前一天死于狱中。王明道和袁相辰被判无期徒刑。1972年，
香港时报根据中国大陆156种报纸与57种刊物资料统计显示，仅在1950年至1953年，被监禁的基督徒约6万人；在1957年至1958年，被判处的基督徒共10690人。1957年至1958年，中共政府开展了反右运动，被划为右派的基督徒不计其数，其中被处决的有2230余人。梵蒂冈新闻网称，在1951年至1954年期间，中国境内的外国天主教传教士几乎全部被驱逐出境。中共利用镇压反革命、肃反、反右等政治运动，清除宗教领袖和信徒，没收财产、关闭场所、驱逐外国传教士，使宗教逐渐失去公开存在的空间。在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宗教信仰进一步遭到前所未有的打压。中共将所有宗教活动视为封建迷信和反革命行为，教堂被关闭，圣经被焚烧，信徒的财产被没收，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传教活动遭到严厉打击。牧师、神父等不仅遭批斗、关押、殴打，还面临监禁、酷刑，甚至死亡。据意大利人权杂志《寒冬》刊文称，文革期间，所有的宗教团体和机构都被肃清，包括中共成立和管控的5大获得官方批准的宗教团体。任何人家里只要有一本圣经或者一尊佛像，就足以导致被抓捕，甚至被杀害。刊文还指出，各宗教信徒被处决或死于劳教所的至少有50万人。根据德国福音派传教组织估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约有34000名基督徒在中国被杀害。2. 邓小平时期，改革开放宗教迫害两手抓。1978年邓小平上台后，为了推进改革开放并吸引外资，中共不得不一改他对宗教的态度，以达到掩盖他对宗教的迫害、蒙蔽国际社会的目的。1982年，中共首次在宪法层面上明确提出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此举似乎对宗教的政策放宽了，但事实上，中共对宗教信仰的打压丝毫没有放松。在暗地里，中共依然严密地控制着所有宗教组织。除官方认可并严格管控的三自教堂、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佛教协会等宗教组织外，其他宗教团体都一如既往地遭到严厉打压。1983年，在邓小平执政期间，中共在全中国范围掀起大规模的严打运动，除了打击各类刑事犯罪以外，也加强了对呼喊派等被其认定为非法或反动的宗教组织的打击。中共以扰乱社会秩序为名，查封取缔家庭教会，抓捕监禁教会领袖与同工。80年代，中共还多次发起清理整顿宗教活动点的运动，基督教、天主教、佛教等宗教受到了严厉的打击。仅河南一省就有安阳市、平顶山市等多个市县的呼喊派教会领袖与信徒遭到抓捕，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据美国人权观察协会一份报告称，1983年至1984年间，河南鲁山县20多处呼喊派教会领袖被拘禁，遭到公开批斗，游街示众，并被判刑15年至16年，
宝丰县、叶县等多处教会的领袖被判刑8年至15年不等。在这场严打运动中，大量宗教领袖与教会同工被监禁判刑，教会工作陷入瘫痪，使刚刚复兴的家庭教会又一次遭受沉重打击。90年代初期，家庭教会的火种再度在中华大地悄悄燃起，河南、安徽、山东、浙江等多地的家庭教会也随之发展起来，并迅速扩展，信徒人数远超三自教堂。1991年，一个新兴的基督教团体全能神教会的出现，给众多家庭教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复兴和圣灵做工的新动向。随后的几年里，全能神教会扩展迅速，人数剧增，不仅轰动了宗教界，同时也引起了中共的恐慌，成了中共重点打击取缔的目标。在中共对刚刚复兴的家庭教会的打压中，全能神教会遭受的打压尤为严酷残忍。当局甚至发布通缉令，并巨额悬赏抓捕教会最高行政带领。大批教会负责人和基督徒遭到非法拘禁与关押，有的被游街示众，有的被处以高额罚款，有的还遭受了酷刑折磨，甚至被劳动改造。3. 江泽民时期，发布50号文件，设立610办公室，部署807专案。1995年，由江泽民执政的中共当局发布了50号文件，将拒绝加入三自教会的呼喊派、实际神、全范围教会、贝利王、门徒会等多个宗教团体列为邪教。随后，呼喊派、全范围教会、全能神教会等宗教团体遭遇了更为残酷的镇压。各宗教团体聚会点普遍遭到搜查，大量聚会点被查封取缔，大批宗教人士被抓捕。全能神教会也未能幸免，许多地方的聚会点遭到洗劫查封，教会的负责人和基督徒遭到大规模抓捕，有的被游街示众，有的遭受各种酷刑和精神折磨。许多教会负责人被判长期监禁，即便服刑结束被释放后，也仍被中共严密监控，没有人身自由。自江泽民上台以后，中共对于宗教信仰的镇压与迫害进入了一个更加严酷的阶段。1999年，江泽民效仿明代臭名昭著的东厂，设立了610办公室。该办公室通过操纵公安部和国家安全部等部门，利用电话、邮件、网络监控以及便衣侦查等手段，对被列为重点打压对象的宗教团体和信仰团体实施全天候监控，以便一网打尽。时任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就如何取缔全能神教会作出批示，公安部长贾春旺随即执行落实，强调对全能神教会要多做少说，一声不响地将其打掉。2000年8月7日，中共当局在山东召开专案协调会，14个省市的公安与国安部门负责人参会，决定将全能神教会列为重点打击对象，并统一部署代号为807专案的镇压行动。随后，各地公安展开大规模抓捕，全能神教会大量基督徒被抓，大部分被送入劳教所或被判刑，还有的被酷刑折磨致残致死。4. 胡锦涛时期，
延续强化江泽民时期的宗教政策。一、非典肆虐，对宗教信仰继续穷追猛打。2003年胡锦涛上任后，延续并进一步强化了江泽民时期的反邪教政策，继续沿用610办公室，将打击镇压对象进一步扩大，还一如既往地贯彻中共对宗教信仰的政策，不但没有放宽对宗教信仰的管控，反而继续穷追猛打，发布并执行了一系列内部指示，再次把全能神教会、呼喊派等宗教团体列为重点打击对象。同年非典肆虐，全国人民都处于恐慌之中，饱受疫情肆虐之苦，却得不到任何救助，还要面临被隔离，甚至被瘟疫夺去生命的威胁。即便如此，中共也没有放弃对基督教会的迫害，还大张旗鼓地组织公安人员、社区工作人员和村干部入户排查、登记信息，借此收集宗教信息，掌握聚会地点和相关人员的行踪。特别是对有案底的宗教人士实施严密监控，随时抓捕，暴露出中共邪恶无比、惨无人道的邪恶本性。二、实施宗教事务条例，炮制宗教极端主义和扰乱公共秩序新罪名。2005年，中共打着保障宗教信仰自由和各宗教独立自主自办的旗号，制定并实施了宗教事务条例，顺理成章地把黑手伸进宗教团体的内部，从人员备案、聚会活动到财产管理乃至信徒的奉献款等，都要受到中共的监管。在法律外衣的掩盖下，中共限制和取缔宗教信仰的手段更具迷惑性和隐蔽性。随着该条例的颁布与实施，中共对宗教团体的迫害范围越来越广。据联合国大会人权理事会第13届会议文件表明，宗教事务条例试图控制宗教团体的发展及活动范围，并将宗教活动区分为正常的宗教活动和宗教极端主义与扰乱公共秩序。地方官员可作出拘留和逮捕宗教信仰者的决定。人权观察批评该条例内容模糊，且存在被任意执行的可能性。另据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年度报告资料显示，自该条例实施后，许多华南教会的信徒，包括牧师，身陷囹圄，面临中共严重指控，在狱中遭受酷刑和其他虐待。其实这只是冰山一角。2005年11月，家庭教会牧师蔡卓华因所谓的非法经营罪被判处3年徒刑，并没收了20多万册圣经和其他宗教书籍。该条例的出台，使得那些在中共合法庇护下的宗教团体完全失去了自主权，彻底沦为中共的傀儡，将没有合法庇护的宗教团体冠以宗教极端主义和扰乱公共秩序的新罪名，并为中共提供了肆意抓捕和没收财产的法律依据。三、耗费巨资打造金盾工程，宗教团体、异议人士等遭受前所未有的浩劫。在那个互联网尚未普及，普通人对其仍感陌生的年代，中共就开始利用信息化手段打造全国性的公安信息化系统。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中共又密谋在此信息化系统的基础上，增加网络信息监控的功能。通过捕捉、收集和屏蔽敏感信息，
对宗教人士、异议人士、维权者等群体进行监控和打压。于是，中共不惜重资引进国外最先进的互联网技术和监控设备，动用多个政府部门的资源来建设金盾工程。据中国电子政务网报道，金盾工程仅第一期工程预计在3年内投资近60亿元人民币。另据不完全估算，参与运行与维护金盾工程和防火长城系统的警察至少有3万人。中共在管控民众、迫害宗教信仰与异议人士的投入上毫不吝啬，为维护自己的集权统治特别肯下血本，投入巨额资金和庞大人力来监控管制人民，兑现中共为人民服务的承诺。随着互联网科技的不断发展，金盾工程从公安网络信息管理逐步扩展到网络监控与维稳。这一功能的实现，达到了中共对金盾工程构想的最初目标。金盾工程正式实施后，该工程主要用于监控舆论、搜集和屏蔽敏感信息等，为中共迫害宗教团体、异议人士提供了强而有力的科技后盾。而真正为金盾工程提供源源不断的技术支持的是，以美国思科公司为首的多国互联网技术企业。他们的技术支持为中共控制国人、打压宗教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金盾工程这个庞大的国家级监控系统，不仅全面掌握了国民的基本信息，还特别针对宗教团体和中共打击的重点对象建立档案，实现长期追踪管理和实时监控，这为当局的管控和抓捕提供了便利。中共处心积虑打造的金盾工程，在中华大地布下了天罗地网，将中国全体国人都牢牢地控制在它的魔爪之下。在金盾工程正式实施之际，正值胡锦涛、温家宝执政，他们虽是一届傀儡政府，但在镇压宗教仪式上，有了金盾工程的助力，他们如虎添翼，收获颇丰，政绩累累。据不完全统计，当局借助金盾工程多次打击家庭教会，牧师、教会负责人和基督徒被抓捕人数激增，涉及范围极广，许多基督徒的父母、儿女、亲属、朋友也被牵扯其中，致使许许多多的家庭教会被彻底打散。数以万计的异议人士、宗教信徒及网络活跃用户，因互联网监控而被约喝茶、体验牢饭，甚至领了长期饭票。因言获罪，逐渐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常态。当局还通过监控国内亲属的网络和通信，间接掌握海外宗教人士和异议人士的动向，并进行威胁。同时还操纵网络水军、虚假账号，在海外社交平台上打击宗教团体和异议人士。由于信息收集困难，目前掌握到的具体情况仅限于中共对全能神教会的镇压和抓捕。因为金盾工程的助力，在胡锦涛、温家宝执政期间，开展了众多大规模抓捕行动，包括但不限于2005年的雷霆3号行动，2008年至2009年广东的雷霆3号0808行动，2009年山西的717行动，以及2011年河南省的雷霆3号行动。据不完全统计，仅在2011年至2013年间，
全能神教会至少有111740人被强制罚款或勒索，35330人被抄家，至少38万人被抓捕或非法刑拘，43640人遭受酷刑折磨，至少有10名全能神教会基督徒被酷刑折磨致死。官方却对外宣称，这些人是死于心脏病、自杀、癌症或精神分裂。金盾工程被中共如愿以偿地打造成了迫害宗教、镇压异己的杀手锏，维系着中共的集权统治，成了中共独裁统治的救命稻草。然而，这一工程不仅严重侵犯、剥夺了国民的基本人权，更给宗教团体和异议人士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浩劫。中国全体国民和宗教人士之所以处在如此悲惨的境地，那些为金盾工程提供技术支持的企业可谓功不可没。我们不得不说，中共一手打造的金盾工程成了科技发展史上一个耻辱的记号，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次倒退。它将会给全世界人民带来灾难。早在邓小平时期，中共就提出了稳定压倒一切。因此，在中共的国家工作全局中，维稳工作一向是中共政法委和公安系统的首要任务。公开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的维稳开支已超过军费。中共在对内控制，包括对宗教事务的管控上投入的资金，远远超过对国家安全和民生的开支。因宗教事务在社会治理中具有特殊重要性，中共将其视为治国理政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中共将对宗教的管控、打压和取缔作为其维稳和治国的一项中心工作来做。5. 习近平时期，习近平的中国梦。2012年，随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一口号的响起，习近平应声上台。怀揣着中国梦的习近平，首先重启并升级了毛泽东时期的枫桥经验和连坐处罚制度等维稳政策，将其作为控制改造宗教团体和异议人士的指导思想和方针路线。1. 重启并升级毛泽东时期的枫桥经验和连坐政策。枫桥经验的核心就是发动人斗人，让人与人之间相互监视与举报，利用人民大众的力量，达到更广泛、更深度的管控社会。为落实枫桥经验，中国各地市县政府多次公开发布有奖举报公告，打着反邪教的名义，鼓动民众互相监督举报。特别是对信全能神的基督徒进行严密监控，对有效举报者给予200至1万元人民币的奖励，对提供重大线索者给予更高层次的重金奖励。党员若知情不报，将被处以留党察看、降职或停职等处分。普通群众若对信全能神的人知情不报，并为其提供活动场所、介绍他人加入等，将遭到拘留或刑事处罚。除此之外，中共还将以往的5户联防演变为如今的网格化管理，并在城市和农村全面推行。每个社区或村庄被划分为若干网格，而每个网格的居民由固定的网格员负责监控。
网格员被要求每月至少走访一次网格内的重点人员和重点场所，每季度必须轮巡一次所有住户场所。对于宗教信徒和上访人员要重点监控。网格员的手机被强制安装一款特别的手机应用程序。这款手机应用程序的真实使命是确保网格员能像牵线木偶一样，完全在当局的掌控之中，随时接收上级的指令和上报各类信息，确保将居民的每一个可疑行踪，特别是跟信仰有关的一切活动，都第一时间拍照发送信息给中共政府部门。任何网格内一旦有异常举动，中共第一时间就能及时掌握，并立即镇压抓捕，将所有的隐患消灭于无形之中。中共当局还实施连坐政策，对基督徒的家人，中共实施骚扰、恐吓、威胁，甚至在小学里利用调查问卷调查学生家庭是否有宗教信仰。例如，要求小学生填写人从哪里来的问卷，根据小学生的答案，人是从猿猴变的，或人是神造的，来判断学生家里是否有人信神。一旦发现学生家中有人信神，中共警察就会迅速进行调查监控，有的甚至会立即上门抓捕。在中学和大学里，针对基督徒子女的歧视和打压普遍存在。一旦校方得知学生父母信全能神，学生会被约谈，甚至被施压去规劝父母放弃信仰。当局还规定基督徒及其家人、子孙3代不准考大学、当兵或报考公务员，堪比中国古代的株连九族。2. 炮制招远假案，操控舆论导向，树立全民公敌。中共利用社会各阶层监控基督徒和异议人士，营造了一个人人自危、草木皆兵的高压社会。中华大地俨然已成人间炼狱。尽管这样，习近平仍然觉得前任党魁镇压迫害宗教的政策与手段太过保守柔和，导致对宗教信仰彻底清零的目标一直不能实现。因此，习近平上台后决定改掉中共对宗教一贯的怀柔政策，立志要对宗教重拳出击。2014年5月28日，中共一手策划并制造了山东招远案。案件发生仅3天后，在未经法院审理判决的情况下，中共便迫不及待地对案件公开定性，嫁祸定罪于全能神教会。同时，中共迅速利用央视的新闻直播间、焦点访谈、东方时空等金牌栏目，以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各大报刊，还有新华网、环球网、央视网等党媒喉舌，大肆宣传报道山东招远案的始末。新浪、搜狐等这些在中共管控下的商业门户网站及各地报刊电台也相继跟风报道。一时间，在中国大陆制造了铺天盖地的舆论攻势，就连远在欧洲的英国著名媒体 BBC 也诡异地跟风。在没有了解事实真相的情况下，盲目随从中共党媒，竟然也做了一次中共的传声筒。对于这样一起民间发生的普通的刑事案件，贵为中共喉舌的各大媒体竟然放下身段，争相高调报道，而且报道神速，步调统一，口径一致，就连舆论导向和得出的结论都出奇的一致。熟悉中共政策和其一贯做事手段与套路的人，就已经从这次报道中嗅出了血腥味。
先定罪，再抹黑，先造势，再镇压。这不正是中共抹黑异己、打击政敌的惯用伎俩吗？中共又要搞文革了，又要批斗谁了？还是又要搞什么运动了？这次批斗的对象会是谁呢？在中共权下经历了无数次运动的老人家们，在看了这次报道之后，就已经料到全能神教会要遭殃了。要不说姜还是老的辣呢，果不其然，这事还真被他说中了。在报道后的1个月之内，随着舆论迅速发酵，整个社会形成了一个对全能神教会的包围圈，把全能神教会推上了批斗台。一场来自全中国的针对全能神教会的批斗正在上演。这正是中共制造这次事件要看到的理想效果，把全能神教会树立成全民公敌。随后，中共便顺理成章地发起了新一轮对全能神教会的镇压与迫害。山东招远案后，中共再次将全能神教会、呼喊派等家庭教会定为邪教，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发誓要在镇压迫害宗教的工作上再创辉煌，彻底取缔一切宗教信仰，把中国建成无神区，彻底实现他的中国梦，让共产党永远控制中国人民。2014年7月1日至10月1日，中共调集公安、武警和部队，迅速展开了全国范围的镇压取缔全能神教会的100日会战，宣称1日不取缔1日不收兵，并特批1000万元人民币来奖励参与此次行动的积极分子。据不完全统计，此次行动导致至少数十万全能神教会基督徒被迫逃亡或流离失所，大批基督徒失踪或失联，至少1858名基督徒被抓，数百人被判刑，至少6名全能神教会基督徒在此次镇压中被酷刑折磨致死。中共的建党基础完全基于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无产阶级专政与暴力夺取政权，指导思想是无神论和唯物论，彻底否认神的存在，仇视一切的有神论，倡导消灭一切宗教。中共自建国以来就一直大力推行无神论教育，残酷镇压和取缔宗教信仰，并以此作为维护和延续其统治的主要治国手段之一。中共执政以来，一直贯彻马克思主义思想，坚持走马克思主义道路，以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为指导，对宗教的打压从未停止，越来越疯狂。无数基督徒的生命在中共魔爪的摧残下饱受践踏蹂躏。中共一次次抓捕基督徒的指令，犹如恶魔猖狂的咆哮，一声声警笛的鸣叫，仿佛来自阴间的哀嚎与嘶吼，把人们推进对死亡的无尽恐惧之中。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真相不会被掩埋，信仰不会被摧毁。下期我们将继续揭示中共迫害基督徒的罪恶史，追溯基督徒受迫害的血泪史。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关注新时代，关注中共暴政镇压迫害基督徒实况。我们下期再见。